过来消息来看，今仔日台湾各地头拢是真热闹的好天气。明仔载开始，东北季风落南，北部佮东部会搁湿搁冷哦。这礼拜雨水卖较济，也毋过中南部的天气是拢袂歹，拢会出日头。拜六礼拜会搁有另外一阵的冷空气落南，到时阵中部以北气温只剩14度。 有日头温暖的好天气，民众都爱赶紧把握。拜一各地头拢是好天，不过气象署表示，对拜二开始到礼拜，东北季风落南，北部东半部因为咧食方面，所以会落雨。尤其宜兰山区爱特别注意会上大水雨。锋面的水汽逐渐的增多，其中在大台北跟宜兰和花莲降雨是最为明显的。这当中包括了宜兰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。 而至于西半部，则大致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哦。这样子的天气形态一直会持续到周末。气象署表示，因为这波东北季风强度无介强，所以中南部这礼拜的天气拢算稳定。北部地区这礼拜唔若乌阴，天气冷，阁会落雨。然后拜六礼拜会有另外一阵冷空气落南，时到降温就会愈明显。 中部以北气温上低可能会冷到剩14度，不过敢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级数。气象署表示，因会继续观察。大概在8号晚上到9号清晨，在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有机会下探到14至16度之间，南部花莲、台东大概在16度到18度左右。 会不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的标准？这个是我们持续在观察当中。气象署强调，虽然中南部日时温度稍落，不过早暗温度较低，温差变化大。另外，云林以南的地区拜二到拜四可能会有大雾的情形，提醒民众出门就要特别注意安全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